今次介紹嘅係 Woodman Basin 高層7樓一個特色嘅3房單位。一入大門見到嘅就係一個中庭嘅位置啦，真係寬敞嘅，擺到個鞋櫃都得。左手邊嘅係儲物室，擺咗波打同埋洗衣機啦。上面仲有唔少嘅空間，可以放到一啲嘅雜物嘅。右手邊係客廁，見到啦，有個浴缸啦。企咗入去之後都仲係寬敞。中庭嘅右手邊係主人房，見到都非常之寬敞。配咗個簡單嘅衣櫃，睇到仲有好多空間。主人房亦都有個套廁，係企缸嚟嘅，咁企理乾淨啦。落地玻璃望嘅係內庭嘅位置，見到啦，唔多車輛泊喺樓下嘅，咁所以都好恬靜呢個位。出返去中庭，直望嘅就係第一間客房，都好寬敞嘅，可以擺多個大衣櫃喺度，有2個角落頭，挨牆嘅都方便可以擺到嘢，例如書台啊、衣櫃啊、床頭櫃啊咁。同主人房一樣，都係望返內園嘅位置啦。再經過中庭，出返去隔離一條小走廊之後，呢個小走廊其實又可以擺到個鞋架嘅。咁仲有第2個客房，呢個客房有個衣櫃配置啦，亦都有張床啦，包埋床褥啦。咁呢個客房咧就可以睇到 Regent Retail Park 嘅角落頭啦。再直行就係嚟到客廳。非常之長嘅一個 L 型廚台設計啊！中意煮嘢食嘅應該可以放到好多食材喺度。家庭和諧機啦，雪櫃啦、冰箱啦，基本設施一應俱全噶啦。採取一個開放式設計嘅廚房，換句說話講咧，呢一邊就係一個客廳嘅位置啦，非常之寬敞，非常之大。呢度可以擺多張大嘅食飯台，一樣係冇問題。整個客廳嘅空間感好大，好闊落，亦都好方正，好好用。露台嘅位置就同主人房客房一樣啦，都係望返 Woodman Basin 嘅內庭啦，好舒服、好恬靜嘅一個空間感，亦都唔會因為對面咧就覺得有逼仄，因為其實都個距離感幾遠下嘅。